年的5月、6月呢，這是往來大出的時間啊，攏真好食。即馬佫有特別的品種吼，咱看這個形體同款，但是伊叫做玉蘭花往來，食起來有小可花的芳氣，肉嘛較幼，但是一粒啊200塊啦。不過雖然較貴淡薄，但是因為特別的芳氣，所以嘛真儕民眾來買啊。當年5月、6月往來大出，民眾食往來食甲真歡喜，安那特殊的品種嘛是引起討論。外觀較長，親像鴨卵形，肉較平，色水黃青青，肉質較幼細，而且佫小可有玉蘭花的香味。這是特殊的品種玉蘭花往來，當年的產量大約1萬多粒。雖然一粒的價錢就要上百，不過原來受到真儕人介意，已經賣10檔啊。很清爽啊，有淡淡花香味，只有這邊才有就對了。對，太低了，很甜嘛。吃起來有沒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？對，吃起來有一點點的花香味。然後它的纖維很細緻，然後水分很多，然後甜度蠻甜。我們的玉蘭花呢，它是水滴狀，正常的鳳梨是圓筒的。用这個品種哦，已經是花10年的時間點哦，才把這個品種確定好這個品種的一個狀態，然後種植出來。除了特別的玉蘭花往來，還有一種叫做水蜜桃往來，有水蜜桃甜甜的香氣，兩邊來比一個色水無相同。水蜜桃、玉蘭花，水蜜桃比較黃。玉蘭花比較白。你摕起來，你也袂寫，你有聞到水蜜桃的香，這是水蜜桃鳳梨，全省的量都少少的而已，大概3天會出一次，然後出完大概2小時就被買完。台灣市面上上接看的是金鑽往來，那即馬有特殊的品種出來，除了選擇較多，嘛請民眾來試看賣，引起話題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